玉妹公堂告状，皇上安堂认母，人间悲欢离合，尽在孽缘吉恩下。5月24日起为您揭秘明朝第一明君嘉靖皇帝的身世之谜。平日这个常看电台这个朋友，看着大家还和你收看精彩的首州电视啊。你曾经在2014年的年底为大家播出由麦心玲、周玉蕙弹唱的《孽缘吉恩》的上半部分，总共呢是32位，讲的是明朝曾德皇帝搭梅妃的爱情手杀。那蛮多听众啊，觉着意犹未尽。那么从今天开始啊，你也为你播放《孽缘吉恩》的下半部分，讲的是曾德皇帝的儿子高进为父此访千里寻娘的故事。嗨，先请听《孽缘吉恩》下半部分的第一位玉妹上台，由麦心玲、周玉蕙上台弹唱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《孽缘吉恩》这个一部长片呢，分成共上下集的。上集是孽缘，下集是吉恩。那么上集孽缘呢，上一周已经播过了。那么从今朝开始呢，是吉恩的部分。那么哪称得吉恩？嘉靖皇帝到山东安堂认娘，称为吉恩。这个一桩案子上向引起的，哪会发生桩案子？发生了啥人身上？发生了年松的几儿子身上。现在的时代背景啥辰光？嘉靖22年，嘉靖皇帝已经30岁，22岁之年。但是朝堂上，年松周全结党营私啊！年松当朝过了周备丞相，皇帝的先生。那个儿子一张眼年10万，礼部天官；几儿子通政司大堂邵文华，兵部尚书叶满清。后来一人之一个几儿子，大理寺真卿叫何勇。大理寺真卿这个职位非常要紧，啥个职位做啥个事体，做过的犯法，才要到里个上去审的。所以年松还努力拉过来19派。这桩案子呢，是何勇嫁囡，发生了何勇的囡身上。何勇的囡呢，叫何如仙。讲不讲叫何如仙，三个仙人啊，要张面孔难看得一塌糊涂。嫁到啥上户？嫁到山东历城有一个小上户。讲不讲小上户？这家人家不得了，大人家司马府。那头人叫司马建德，本来的兵部侍郎，现在隔了回乡者。有2个儿子，那头叫司马应好，那儿叫司马应进。那么这个里向，搭司马位也有关系的，弄不清爽，索性有点关系的。嫁呢，谁嫁的司马府嫁给了大儿子叫司马应好。不晓得这何如仙啊，嫁的是司马府里眼睛里向没人呢。呀，三朝为官，何用2品，阿爹年松当朝7品，不太太不能气杀，阿公不能气得来3品。今朝啥个日子？10年的年报，马上就要过年日。嘿，倒是司马府传出来消息，司马建德老大人突然过世。哪位过世的？哼，大房里向已经各进衙门了。讲20要当胸一拳，拿牙敲杀的。只有得上这个消息会了得啦啊！出人命啊！是一个啥人？2品的官员，这个案子弄不清爽，说嘛气脱的，苦老头也保不了的，不得了！马上动身，赶到司马府打进去嘛。司马应好一只新壳，18两左右。新壳里啥个么子？银票1000两，
来不得，马背手吃吃，只有领得起。是同地帮我说的，要帮忙。同地水下大理下，主要你是你观察非你。我来讲，来提你是的，那是要发你对白无垢，两肩无垢，两腰无垢，当胸一球致命。你是在底下，我司马眼睛谁干？今朝谁要升堂人？这个消息传到外头，路浪向百姓议论纷纷。外门看呀，为得来视线不同，大家才来看升堂。辰光模样了，只有一声吩咐：来啊！来！升堂！来！到了呀，吩咐升堂谁？咚咚咚！当当当！亚玉山被罗王势力哗啦啦啦啦，两相赛力，威风凛凛，嘎嘎嘎嘎嘎！恶人们开只有打出来，那叫恶人们。哈，这啥个麒麟门、南国门哪有恶人们？只有过这下恶人们。大家看见西台上走过扎个把，门里水大鹅的啊，有种么水扎麒麟，有种水扎老虎，样样有种么水扎孔雀。鹅啥个骨子，水啥个大鹅，只有过这个门里一块水啥个么子呢？欧人，啥个欧人？在菜场里10块你买3扎个老猪，欧人的，所以只有门廊向还是和欧人，欧人们开嘛只有打出来，这只有啊，姓屈。叫去落脚，去啥运的去，跨路的路，脚来压个脚，市面上口口没好口，读出来一听不灵，去落脚，去落脚，这个出了一去一落脚，9倍出身，3000两银子，这点数嘛，20万个人去买得来个，大子挨打，饿了。哎呀，穷上货啊！3000两银子作为投资，本地也不拉走。一年做下来的，刮天刮地，地皮也要刮臭筷子，1000两银子也不拉着。哦哟，日本，搿趟日本人，哎，想不到今朝灵光，来桩案子，哎呀，大人家司马府改革党，嘿嘿。搿桩案子办下来，动地好紧张交关。坐到堂面上一看，当场再细，外头百姓交关啊，1000两银子就拉下子，接下来又得来了。来啊！来！带司马英俊来！当场到北房里向，什么意思啊？大嫂。后来要升堂，要打那上堂噻。是。对着你里的一套，咵一手，去啊！是。大礼的公堂了，来，接头来呀，可对噻。大老爷在上，小生见大老爷，开对头。哦，只有一口，这个朋友，不是凶手。哪是不是凶手看得出的？看得出。讲没讲这个只有900出身，900就是结棍年数了。这个出了谁看900浪拉动的个？来看，来个朋友，五谷都正，打上来离掉10个娘，来花阶段，非得来花阶段。而且个最卡子，读书人类最卡的，扎整齐，一抓分头。你讲伢坚持球队要一球扛杀一个人，用脚起来，上来什么人杀气腾腾，读书人呀，来花阶段，我跟李的啊，不像我李的，这姑娘跟女的哇，
下跪什么人呐？小生司马英杰。抬起头来。是庞队也得。司马英爵。是。你为什么要当胸一拳把你老子打死呢？哎呀，想我分黑啥呀呀！岳大老爷，小生乃是冤枉的。只有对你妈妈介绍个冤枉啊！我讲实话的，要看见这个垃圾，家没用上的，动地人子拿出来，到我袋袋里，那有道理的告你有理，没道理的也必有道理。啥个不是道理？动地人子谁是道理？我堂堂衙门八字开，有理负气呢，非要进来。司马英爵。大老爷。你叫冤枉？是。哼，难道你兄嫂冤枉你不成吗？我不晓得为啥阿哥阿婶也是个个讲我，是个个跟我。哟，大老爷，小生时日冤枉大老爷永别。是
把徐建已明白，你明天该有谁公他们发来为民做主理生有的这个只有不是讲头，这两句我听下来蛮清爽。那么，这个嘛有冤枉的，那是你冤枉。刚刚我已经说过，看样子，看这种水就不是杀人了。再说，我见司马府，司马婴儿为啥收着辛苦1000两银子，请我帮忙？没事体帮啥个忙？为之有子事体了要我帮忙？那么想想司马英进啊，我这个人做过讲实话的呀，你这个老句想想呢？啊，反应也不白。完了还冤枉，我呢想来风啊，不可能过。这个么子你拿地出来，你阿哥1000两，你汤是还是1000两，两个人高低相等，那么看啥人有道理帮啥人，对吧？你阿哥1000两，你懂啊不懂？搁哪来些？不客气。读书人啊，有辰光跟脑子不大清爽，啥辰光会清爽呢？确实是生活会清爽的。面孔哈了一杯，大胆在本大老爷公堂上高叫冤枉，难道本大老爷我冤枉你吗？发现这个读书人们实在是多对。这种拿书本的，你只有啥个心思的根本不晓得。哟，大老爷，小小神社内冤枉，中央大老爷深有的。我个把你实地领不清，实地领不清，怎么呢？考醒你，好吧？你还叫冤枉？那么我让你清醒清醒。来啊，来，大刑伺候，来。当场砰，银具要拿出来。这是谁那个辰光？只听见外头咚咚咚，大老爷深有。哎呦，杀切一点声音！什么人喊冤？带上堂来。来，当场要进到外头门。咦，一个小姑娘，姑娘，大嫂，刚才是你击鼓喊冤吗？真是呢。好，咱们老爷命你上堂了。是。来，邻里的公堂了。来，见咱们老爷磕头了。是，大老爷在上，仙女子替大老爷磕对的。只有那口哟，哈，这姑娘漂亮啊，非常标致。哎呦，不灵，搿做生意唔做对，啥体身浪向的打扮一看就是阿头没动的个。哎呀，我别去过你来着。哈哈，这面孔是个标志，这个大理做起做小老不大蛮好个。小贵什么人呐？能乃司马府中的丫鬟，名唤一海。
司马府中的丫鬟叫燕儿，真是。今年几岁了？今年16岁了。16岁，看上去了蛮小个。16岁到年纪再可以上堂，不满16岁到堂面上来讲闲话没用的。16岁。是。抬起头来。是胖头一对。进口高你不要去，不要的资源啊！你去动你个脑筋啊！你不要动，这个是我的呀！你根本不清爽。这个人啥人？这个人不得了！这个人啊，他有个侬皇帝的妹子啊！至于啊，到将来那个沙漠把你拍脱，兄弟把你一道扒脱。现在想不到的。燕儿。是。你到本大老爷公堂上，你干什么来了？奉列大王夫妇之命，担得此计公堂作证的。哎呦，我这，搿庄儿子啊，有时拉不着在大房里向门开进个，弄个人身上来，啥地方哈一看，侬司马懿真熬杀之下来嘛，好接安然，案子结脱，侬们啥都没得。搿么闲话反转来讲，审案子啊，审得上来个，动地少财的啊，多劳多得，少劳少得，不劳而不得，是吧？好了，别去过里啊，问问看。你来作证的。是。好吧，这个在本大老爷公堂上，你做人证，说话要老老实实啊，不能胡言乱语。是。那么我来问你啊。这个司马英俊是怎样当胸一拳把你老爷打死的呢？那么一儿带的哪位来个你？都王夫妻别了里半夜间里公堂作证，一看啥你想呀？自家一来司马英俊有人海底，高堂里头还读的，里头的心思一儿当然晓得，常常来想要回的。到侬你想要害得自家，来样个死蛋都还有鬼意，我不为何不做场，也想回的。哎呀，倘是我回的嘛，搿对白后会得见别人奇怪，别人带子公堂浪向一看眼啥你想要，那么真正有人害的子，自家还是我来去，带子公堂浪，侬搿点事体毫不脱出。有啥侬你想要举出来？对，所以现在你大来要拉门门，大来也用兵。
本当你来呀，赶来为相吃黑，一家人家天伦之乐，头头悠悠来得个考想不到自从斗王太子高仙吃黑，一家人家弄得彻底不得落岗试问呀。咦，不对哇，哈，这个闲话那顶打顶嘛，你老讲斗王里向不好哇。因为斗王山那里个炮队实在硬不够，里有个鸡鸭吊叫你送不准做苦的。严格了，你个呀，你品质正，这是个无用。华大人呐，自家的炮队作威作福，眼睛锅里向500人啊。老夫人不离气杀，老爷不离气得来，一场毛病我上不起。随了谁一讲，老爷觉得自家汉子弟子，随侬我，但你想要给他简单的房间里。说来你呀，那个脾气我晓得，老实的呀。将来我倘是一个事，倘是分家当时肯定分不清云。你也吃别个，到王结棍肯定也吃呢。那么说干，趁我活了浪的辰光，先拿家当来分一分。要分家产了。是。怎么个分法呢？那西北家谁分谁分？另外再虑。
欧妃年。哎，慢着啊！这个，他两个儿子，两个儿子家财为什么要分成3份呢？那要有道理的。什么道理啊？分成共3份嘛，自家留1份。哦，唯余2份，都往2房，一人1半。等到自家公事之后呢，自家的1份再拿出来，弟兄2高头平分财色。哦，是这个样子。哎，还不对啊！哈，这个，他另外还留出了5万两纹银。是这5万两纹银派什么用处呢？哟，想着欧妃2份银，哎，来以对奴一家。哦，一想大怒，亲身开。只有2个儿子5百奴，你从小就拿我当奴这个看待的。我想来总归要嫁人的呀，500两银子，谁送给了我一儿作为我的家长之费？啊，不得了啊！这个屋的啊，5万两银子家当比我好家大了。哟，这个灵光啊！哪里弄出去做小老婆5万两一道打过来哇！哎呦，你5万两纹银，你发财了啊！一儿对李妈妈，我得5万两，还非要拿这个激动过。哎，大来姨，哎，呀哟神人，沙飞白。来呀，夫人，对我养育之恩，我会分办理。这5万两银子，我哪还要呢？所以我回头来要说，我非你非要缺席阿母林啊！你非要你本农呀，我喊你好不肯呀！啊，你不要，这个不要嘛！这个老爷怎么说呢？来要留下来讲闲话，不能干出来。为啥？来要听我讲，非哈哈大笑，说一儿哈！我分看最眼，那个三姑娘不头动今人难能可贵。来要和你商量桩事体啊！你看啊，我个男女许多头来着人呀，将来总归一太高兴的，再特着像大王这个种保护，我死下来看眼也不比的。还有啥个？来要做主，我那个终身配不了我男女难看啊哈！我当辰光面孔长我对神丹不像，来要谁问你谁呀？不晓得你谁呀？不以比我屋里出身，也可以答应。可现在我答你谁呀？谁是未婚的三夫妻子呀？哎呦，当时我实在是公堂作证，真是不怕用上子。这个能讲的只讲，不能讲一天里。哟，来一份银，哈哈大笑。哦，老爷笑了。他是欧为2份银，谁是举法来意支持？待等谁再你。这个后来又怎么样了呢？后来讲还么，我随他你想要回州失望，李用功尽多，我走半道。不晓得大王夫妻都是分高档的先生，不得来要个人到处到哪。后来不对着啊。个单夫人13底下来见你想要去，说来要回家里去一道，你想要分财心呀，就根子晒去在。我不放心，推不得了后头看。来呀，你还晓得我看见的啥？看见什么了？这看见你想要个他家刚刚哭进牙个房间。你个傻傻当胸努力抓一步，哇啦喊人来，说你想要当胸一拳拿牙磕上。哎呀，天天都来呀！那是你个父母姑，你听到东西总明白着我大来意，总要你为我家两亿百岁，为我家善意深有
哎呦，只有头名最这个米队两条米毛绑了一道子。哎呀呀，哎呀呀，这样子，后头哗啦啦啦啦啦，都上了路上呀。哎，谁了是你说呀冤枉，你说呀冤枉。哎呦，这叫我怎么办呢？天哪，当下一匹冤枉身，真叫我一时之间气定定。看来是司马炎见，乃是早有缺，大王夫妇是真凶神。没错上，到往里想，凶神，你说要冤枉的，我的个两三闲话还不是样高的，对没是讲同的，搿么哪弄法呢？我帮你往里，我回来个，我哪帮你往，帮子你往，我要报复了个呀。大王是老冯金针为国者，被位于大北京，怕只怕对了啥么？性命难保人。不来！我呢？我得在大王，我自家出戏呀。搿么想司马炎见啊，司马炎见，嘿嘿，神不为其天诛地灭，今朝只好良心往旮旯子底下画一画去。倒不是等今朝你被小眼睛，我可以得咱人把性命一家老小，好报太平。不客气，面孔哈了一杯，大胆丫鬟，胡言乱语，还当了得！来啊，张嘴！贵州考门，你好考啊！这个啥人？虞美娘娘，可知虞美娘娘红长的一天暑假，到底哪行有为其说？只管得知人知，昧知良心，非研判诬告司马炎竟为杀人凶手，为侬揭穿真相的意儿重重的责打。那么，你现在偷张王法，将来查明真相，你有得口头吃了。那么，大家哪哈呢？请大家继续关注《热于其人》下个第2回，再会。